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翻到嚟香城說事，我係 Simon。繼上一次我哋講咗有關日佔期間香港憲兵隊隊長野間賢治助嘅罪行之後，今日我哋就嚟睇一睇另一個日軍將領九龍憲兵隊隊長平尾浩雄少佐啦。九龍憲兵隊係香港憲兵隊轄下嘅一個地區憲兵隊，管轄嘅範圍除咗九龍半島之外，仲包括咗新界嘅一啲地區，例如西貢、大埔等地。而呢啲地區正正就係抗日戰爭期間去到日佔時期反日游擊隊盤踞之地啦。喺九龍地區憲兵隊入邊，隊長平尾浩雄少佐嘅權力最大，負責指揮同埋管理下屬，並且處理有關軍事警察、維持秩序同埋各類行政上面嘅事項。隊長之下有班長，班長主要負責協助隊長，而班長以下就有4個唔同嘅部門，包括庶務班、警務班、司法班同埋特高班。講到特高班，咁其實係乜嘢嚟嘅呢？特高班係九龍地區憲兵隊一個重要機關，對外主要從事反間諜、反港游擊隊嘅行動，對內就要預防間諜喺組織裏面出現。特高班嘅職責主要分為文書同埋戶外工作兩個唔同嘅類別，前者包括審查郵件同埋相片，處理同埋歸納進出憲兵部嘅文件，而後者就包括護送重要人物，喺特殊場合擔任看守工作，跟蹤疑犯、審問疑犯、搜查或者突擊檢查、調查空中嘅可疑爆炸同埋因為空襲而造成嘅死傷。另一個重要工作就係搜集情報啦，情報經過確定之後就會展開拘捕行動。特高班所有隊員每日都會編寫日誌㗎，將每日嘅職責、工作詳情同埋注意事項都會一一記錄在案。第二日一早就會將工作日誌經由班長交翻俾平尾浩雄查閱，用嚟監督佢哋有冇遵從同埋執行指令。而平尾浩雄都會就日誌裏面嘅報告內容嚟向下屬發布更新嘅命令同埋指引。當時九龍地區憲兵隊管轄嘅範圍，除咗我哋認知嘅九龍地區之外，而家我哋認知嘅新界地區其實都係屬於九龍憲兵隊嘅管轄範圍之一㗎。第一件重罪發生嘅地點就係大埔南華蒲啦。1944年3月，大埔憲兵派遣隊嘅2名印籍憲查被游擊隊擄走。5月，該隊嘅元州哨站受到游擊隊嘅襲擊，而且被放火燒成灰燼。10月左右，該隊嘅1名傳譯員亦都被擄走。當時大埔派遣隊隊長山田圭一郎就有關事件展開咗調查同埋搜集情報。佢拘捕咗1名同游擊隊聯繫嘅情報員。喺審問期間，發現大埔林村係游擊隊嘅基地，更加同擄走憲查事件有關添。山田圭一郎將收集得嚟嘅情報向平尾浩雄報告，平尾下令展開圍捕行動。1944年12月28日，日軍派遣咗150人去到大埔唔同嘅村落去拘捕游擊隊分子。除咗九龍地區嘅憲兵隊之外，其他地區例如上水、沙頭角、元朗嘅派遣隊都有去到大埔參與呢一次嘅圍捕。呢次圍捕入邊，憲兵隊緝捕咗大約30個村民，並且將佢哋帶返去大埔憲兵部審問。整個審問歷時20日，其中5至6名犯人移交到去日軍嘅軍事法庭，其餘嘅都獲得釋放㗎。大埔南華蒲係遭受憲兵圍捕嘅其中一條村，村民鄭貴喺1944年12月28日同村民林華、林喬慧、林重石、林瑞琪、鄭寶、林喬章等等都被拘捕到去大埔憲兵部。第二日早上，由山田圭一郎同埋村情準準備負責審問。鄭貴被脫光衣服跪喺地上面，任由山田圭一郎用粗棍擊打。其後2個人命令鄭貴瞓喺台上面，再將佢手腳綁起。然後山田圭一郎就用蠟燭點着捲起咗嘅報紙，用嚟焚燒鄭貴嘅手臂、胸口同埋背部。由於鄭貴都係唔肯承認自己係游擊隊隊員，山田圭一郎就對佢進行灌水，令到佢飽受折磨，之後更加吊起佢嚟毒打添。
除咗鄭貴之外，鄭貴嘅伯父鄭寶，佢亦都係南華蒲村嘅村長。除咗被施以灌水刑之外，仲被山田用磚頭擊傷腿部，令到佢雙腳腫脹同埋不斷流血。另外，憲兵用電線綁住佢嘅腳趾四圍拖行。鄭寶翻返去囚室之後，佢叫被捕嘅村民千祈唔好承認自己係游擊隊隊員，如果唔係，全部都會被日軍殺害。第二日，佢再次受審同埋受到折磨，最後喺10幾日之後傷重身亡。另一個村民林天球，佢係同鄭貴一同被捕㗎，佢緊接住鄭貴被帶到去進行審問，期間亦都遭受山田同埋日軍傳譯員河朗灌水嘅虐打，同埋吊起嘅酷刑。由於長期全身濕透，身體變得非常之虛弱。幾日之後，佢再次受到山田等人嘅審問，最後抵受唔住酷刑嘅折磨而死。除咗以上嘅村民之外，村情同埋山田將另一個村民林喬威帶到去憲兵內部嘅一塊空地進行審問。除咗被施以水刑之外，亦都被不斷咁毆打。其後甚至將佢帶到去另一個地方吊飛機。吊飛機就係將受刑者雙手雙腳分兩邊用繩綁住，懸空吊起。拷問嘅時候，兩邊嘅日軍用手拎住木棍，將受刑者喺半空中推嚟推去。由於受刑者不斷被搖擺，受刑者好快就會頭暈而嘔吐，甚至乎昏迷。林喬威最後喺大埔憲兵部囚禁咗同埋折磨咗大約28日之後先至獲釋。而另一個村民林瑞琪亦都被虐待到體無完膚。由於佢係大學生，加上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所以憲兵唔單止懷疑佢係游擊隊隊員，更加認定佢同英軍有關，於是就指控佢唔協助日軍。喺審問期間，更加對佢施行更為殘暴嘅酷刑。憲兵用鋤頭打佢嘅背脊，導致佢背部割傷流血同埋發炎，傷口深到可以見骨。至於佢10隻手指都被人用刀尖由指甲縫裏面插入去，右邊腿都有受傷。雖然受到咁殘酷嘅虐待，佢都唔願意承認控罪，於是山田就進一步對佢毒打同埋施行灌水刑啦，將佢吊喺一條鐵柱上面，再喺下面點着報紙焚燒佢對腳。佢被扣留咗28日之後，終於獲釋。但係當時已經冇辦法自己行路，同埋需要由屋企人抬返入村入邊，最後喺屋企2個月之後證實身亡。新界西貢係抗日游擊隊廣九大隊活躍嘅地區之一。呢個隊伍喺1942年2月喺西貢黃毛應村成立，西貢因而成為咗日軍殘酷鎮壓同埋清剿抗日游擊隊嘅重要地區之一。1944年9月26號，九龍地區憲兵隊喺西貢大南湖村、界咸村、蠔涌村、大東村同埋南圍村展開咗大規模搜捕，帶走咗一批懷疑係游擊隊嘅隊員。日本憲兵發動呢次圍捕嘅原因係因為1944年9月18號，游擊隊俘虜咗憲兵隊嘅台籍傳譯員林台兒，並且將佢帶到去西貢蠔涌村附近。當時駐守西貢嘅日軍警備隊咁啱喺嗰個地方做緊巡邏，佢哋聽到消息之後，立即派人跟蹤嘅游擊隊伍。途中，警備隊成員執到據稱係游擊隊嘅文件，因而就決定發動大圍捕啦。九龍地區憲兵隊隊長平尾浩雄由警備隊西貢憲兵隊隊長手上接到呢批文件，文件入面詳細記載咗俘虜台籍傳譯員嘅計劃，以及游擊隊嘅常備隊、生產隊、公益堂、小鬼隊、閱讀會等等組織嘅會員姓名同埋地址。另外，亦都有文件提到有關共產黨軍隊喺大浪嘅訓練學校。文件裏面提到嘅游擊隊隊員都係喺西貢嘅村民嚟㗎。於是第二日，平尾浩雄帶同文件去到香港憲兵隊本部會見香港憲兵隊隊長野間賢之助，報告返呢件事。1星期之後，平尾浩雄發出咗行動指令，下令九龍地區憲兵隊所有憲兵，連同九龍塘同埋深水埗派遣隊一齊參與西貢嘅拘捕行動。行動當日，憲兵根據文件上面嘅名單拘捕咗大約80個西貢村民，並且將佢哋拘留咗喺油麻地警署。
由於案件牽涉到游擊隊，屬於特高班嘅工作範圍，所以平尾浩雄表示，所有審問都交由九龍憲兵隊嘅特高班負責。特高班主任大川清透過班長向平尾浩雄表示，佢哋冇辦法處理咁大量嘅囚犯，而且當時特高班手上仍然有等待處理嘅案件。平尾浩雄於是調動咗憲兵隊其他部門嘅成員，以及其他派遣隊嘅憲兵協助審問。審問喺9月28號開展，持續咗20幾日。1個月之後，被捕嘅80幾名村民當中有50人獲釋，其餘30人被送到去九龍地區憲兵會囚禁。同年12月30日，日軍將大部分村民移送到去日軍司法機構審訊，不足10人獲釋。根據慣例，憲兵為咗迫使村民承認同游擊隊有關，佢哋就喺審問過程中施加咗大量嘅酷刑，導致有啲村民死亡或者身受重傷。當時駐守九龍地區憲兵部嘅大川清、川晴準、西田正人同埋駐守西貢分隊嘅吉岡榮造都參與咗是次嘅審問。除咗以上所提及嘅黃毛應村之外，西貢界咸村亦都係被日軍認定係游擊隊嘅據點，於是亦都喺嗰條村拘捕咗唔少嘅村民。村民謝天賢喺1944年9月26號被捕之後，連同其他村民包括謝友芳、謝旭明、謝石、謝容寶等等，都囚禁咗喺油麻地警署。4日之後，吉岡榮造以及一名中性嘅傳譯員開始審問呢批被捕嘅村民。謝天賢被日軍用木棍等等嘅物件毆打同埋審問咗2次，而佢爸爸謝容寶更加被吉岡榮造打到遍體鱗傷、頭部流血，最後死咗喺監獄之中。謝天賢喺油麻地警署囚禁咗1個半月之後，同其他囚犯一同轉移到去九龍地區憲兵部。喺九龍地區憲兵部入邊，佢得知到一啲同囚嘅村民遭受到憲兵嘅虐待致死，而界咸村村長謝恩喺審問期間更加被打到去左臂骨折、斷骨，亦都插穿皮膚，突出皮表面添。佢難以抵受重傷帶嚟嘅劇痛，只係喺短短2個鐘頭之後就口吐鮮血同埋白沫而死啦。而另一個村民曾甲同樣被送到去油麻地警署接受大專清嘅審問，佢被施以甲棍刑。甲棍刑即係被虐者先踎低，再被施虐者將一支棍放喺佢膝頭後面，然後喺棍嘅兩邊施加壓力，令到被虐者痛不欲生。除咗界咸村之外，其餘村落亦都逃唔出日軍嘅魔掌，例如西貢大南湖村同埋大埔嘅南圍村等等。以上幾條村落嘅村民被捕之後，都先後被帶到去油麻地警署虐打、囚禁，並且進行審問。大部分村民被虐打之後都不幸離世，僥倖存活嘅村民就分別被轉送到去九龍地區憲兵部或者赤柱監獄繼續囚禁同埋虐待。頭先有講到需要尋求特高班以外憲兵協助處理囚犯。咁但係點解特高班唔夠人手處理呢？因為佢哋除咗參與九龍地區憲兵隊嘅大規模搜捕行動之外，亦都需要處理其他敏感同埋比較重要嘅案件，例如需要審問同英軍或者游擊隊有密切關係嘅犯人。其中一個案件就有關游擊隊隊員教唆印度人逃走。1944年2月去到3月期間，喺九龍唔同嘅地區，包括日軍嘅倉庫、船塢同埋九龍地區憲兵部等等，都發生咗印度人逃走事件。佢哋帶同大量嘅武器逃走出境。呢啲逃犯原本都係根據總督部嘅指令而獲得假釋嘅戰俘或者囚犯。佢哋出獄之後為日軍工作，例如喺憲兵部擔任守衛同埋檢查。九龍地區憲兵隊隊長平尾浩雄認為印度人逃走係受到游擊隊隊員嘅煽動，於是下令特高班盡快展開調查同埋拘捕疑犯。西田正人受命負責搜尋有關嘅情報，佢下屬由一名印度人身上獲得相關嘅資料。呢名印度人指出佢喺九龍塘遇到個華人，呢個華人聲稱當時戰爭嘅進展對日軍非常之不利，盟軍將會發動登陸作戰，提出可以免費帶佢返印度，並且為佢提供所需要嘅物資，但係條件係要佢盡可能攜帶最多嘅武器出境。西田命令嗰個印度人假意答應，並且進一步套取資料。情報顯示呢名華人係游擊隊隊員，平時喺一間印刷店裏面工作，以便隱藏身份。
並且持續咁樣勸誘唔同嘅印度人帶同武器逃走，然後喺邊境接收翻呢批日軍嘅武器㗎。同一時間，平尾浩雄命令西田正人審問一名名為楊雄嘅犯人，並且從佢供詞中得知游擊隊嘅行動基地位於九龍模範村，當中提及到其他游擊隊成員嘅名稱同埋行動計劃。根據呢啲資料，憲兵展開咗拘捕行動，將相關嘅人物都帶返去憲兵隊進行審問。1944年4月24日，西田拘捕咗游擊隊成員吳太興同埋吳偉琪，並且帶到去九龍地區憲兵部囚禁以及連番審問佢哋。佢哋遭受到種種嘅酷刑，包括吊飛機同埋踢胸等等。除咗肉體上面嘅傷害之外，亦都喺佢哋面前虐打佢哋嘅同伴，用佢哋嚟摧毀佢哋嘅意志。佢哋另一位同伴許樹培就係因為抵受唔到酷刑，嘗試跳樓解脫，但係未能成事，反而被救之後就被西田吊起咗一日一夜。吳太興最終被逼認罪，簽署咗認罪狀，承認係游擊隊隊員，被監禁咗3年。除咗游擊隊之外，英軍服務團嘅成員亦都不幸被捕。英軍服務團係一支英軍情報組織，戰爭中主要參與營救被日軍拘留同埋關押喺集中營入邊嘅盟軍戰俘，收集情報、進行策反等等嘅行動。團員鍾雪英同埋大福喺被捕之前，係負責將定期走私香港嘅報章同埋香港嘅資料去到惠州，資料包括咗有關香港嘅商品、空襲嘅結果以及港內船隻嘅數目等等。由於佢哋嘅同伴曾經被捕之後，因為抵受唔住嚴酷嘅逼供而供出咗組織嘅成員名單，所以佢哋兩個就被捕啦。佢哋喺1943年6月18日，連同被供出嘅11人一同被捕，並且帶到去九龍地區憲兵部嚴刑審訊。當中有人受唔住酷刑折磨，身為女性嘅鍾雪英更加被逼赤裸受虐，以及用木棍傷害佢嘅私處。有一個成員想一死了之，但係失敗，更加受到西田正人嘅嘲笑。呢13個被捕人士本來已經被判處死刑㗎啦，但係最終被判為監禁。以上提到嘅日本憲兵大川、川澄、吉岡、西田喺油麻地警署以及九龍同埋大埔憲兵部入邊，對被捕村民濫用酷刑、肆意虐待，導致多人死亡。最終喺1948年3月31日被軍事法庭裁定有罪。平尾同埋吉岡最終被判死刑，大川、西田被判監禁20年，川澄就被判監禁12年。最後，如果鍾意我哋嘅片，亦都想支持我哋繼續拍片出片嘅話，記得 CLSS、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講一講香港其他嘅歷史。拜拜。